2025年12月23號，一則消息好似重磅炸彈咁，喺香港娛樂圈同江湖圈炸開咗。向華強個大佬向華鹽喺醫院因為病離世，享年93歲。呢個消息瞬間就登上咗各大媒體嘅熱搜，引發咗無數人嘅關注同熱議。港媒紛紛出動，想挖多啲關於向華鹽離世嘅細節，以及向氏家族之後嘅動態。向氏家族喺香港嗰度真係如雷貫耳嘅存在。從向前創立新義安開始，呢個家族就同香港嘅江湖同娛樂圈緊密相連，經過咗百年風雨，見證咗香港社會嘅變遷同發展。向華鹽作為新義安嘅第二代龍頭，喺家族發展嘅歷程入面扮演住至關重要嘅角色。而向華強就喺娛樂圈闖出咗一片屬於自己嘅天地，成為咗香港影壇嘅大佬。而家向華鹽離世，無疑就標誌住一個時代嘅落幕，亦都俾我哋有機會深入探尋呢個傳奇家族背後嘅故事。向前，呢位向氏家族嘅奠基人，有一段跌宕起伏嘅傳奇人生。佢出生於動盪嘅年代，憑住自己嘅能力同機遇，成為咗國民黨軍統少將。向前喺香港改組義安工商總會，創建咗新義安。呢個潮州幫派喺當時迅速崛起，成員遍佈街頭巷尾，成為咗香港一股唔可以忽視嘅力量。向前亦都因為咁，被坊間稱為九龍皇帝，喺香港過住瀟灑嘅日子，娶咗4房太太，育有13個仔女，家族龐大又複雜。向前唔止喺江湖上有住極高嘅地位，喺商業領域都有自己嘅佈局。佢利用新義安嘅勢力，涉足多個行業，為家族積累咗大量嘅財富同資源。不過，佢嘅行事風格亦都引嚟咗港英政府嘅關注。港英政府發現向前嘅各項唔法行動，以涉嫌三合會同非法政治活動為由，將佢驅逐出香港，去咗台灣生活。呢個事件成為咗向氏家族發展嘅一個重要轉折點，亦都俾家族嘅重擔落咗喺長子向華鹽嘅肩上。向華鹽出生於廣東陸豐一個普通家庭，不過佢嘅命運從一開始就同家族嘅興衰緊密相連。作為向前嘅長子，佢本應享受住無憂無慮嘅童年同優越嘅生活條件，不過命運卻對佢開咗一個殘酷嘅玩笑。喺佢5歲嗰年，佢阿媽葉青因為生病離世，呢就俾佢過早咁失去咗母愛。之後佢只可以跟住其他幾個姨媽大，其中就包括向華強嘅阿媽。同家族入面其他中意習武嘅兄弟唔同，向華鹽從小就好斯文，好似個乖仔咁。佢按部就班咁上學讀書，對學校環境十分喜愛。佢憑住自己嘅努力，考入咗當時比較好嘅喇沙高中。高中畢業之後，又繼續讀專上學院。喺嗰個年代，能夠接受咁嘅教育，無疑就係為佢嘅未來打下咗一定嘅基礎。如果按照咁嘅軌跡發展落去，佢或許會成為一名公務員或者專業人士，走上一條同江湖完全唔同嘅路。向前被驅逐出香港，呢個突如其來嘅變故，俾向家陷入咗內憂外患嘅困境。家大業大，冇咗向前嘅領導，家族內部開始出現分裂嘅跡象，各個房室之間為咗爭奪利益產生咗矛盾同衝突。同時，外部亦都面臨住其他幫派嘅挑戰同威脅，新義安嘅生存同發展受到咗嚴峻嘅考驗。喺呢個關鍵時刻，年僅21歲嘅向華鹽被迫放棄咗自己安穩嘅生活同未來嘅規劃，臨危受命，接手咗父親創辦嘅新義安。對於一個從來冇江湖經驗，亦都冇經歷過家族事務管理嘅年輕人嚟講，呢無疑就係一個巨大嘅挑戰。不過向華鹽冇退縮，佢深知自己肩負住家族嘅使命同責任，必須挺身而出，帶領家族渡過難關。向華鹽接手新義安之後，面臨住好多難題。內部幾個姨媽之前又出咗問題，家族成員人心惶惶。外部其他幫派虎視眈眈，想趁機吞併新義安。為咗穩定局面，向華鹽展現咗超越年齡嘅智慧同魄力。佢仲用父親嘅老部下林景兄弟，借助佢哋嘅經驗同威望，迅速整合咗家族內部嘅力量，
俾新義安重新團結埋一齊。喺穩定內部之後，向華鹽開始對新義安進行大刀闊斧嘅改革。佢建立咗一套層級分明嘅組織結構，明確咗各個成員嘅職責同權力，提高咗組織嘅運行效率。同時，佢推行以長養兵嘅模式，鼓勵成員進入夜總會、KTV 等娛樂場所擴張勢力，通過收取保護費等方式為社團積累資金。此外，佢亦都涉足金融、地產等領域，將社團嘅資產進行多元化投資，為新義安嘅發展奠定咗堅實嘅經濟基礎。喺向華鹽嘅領導之下，新義安逐漸走出咗困境，重新站穩咗腳跟。巔峰時期，新義安成員達20萬人，麾下湧現出四虎十傑等猛人，好似灣仔之虎陳耀興等，成為咗香港最大嘅幫派之一，穩坐江湖頭把交椅。不過，一場風暴將向華鹽推向咗深淵。由於臥底舉報，向華鹽捲入咗備受關注嘅新義安龍頭案，被控多項罪名，被判監8年。呢個事件喺香港引起咗軒然大波，媒體紛紛報道，法庭內外人山人海，成為咗當時嘅熱搜話題。喺獄中，向華鹽冇放棄，佢堅信自己係無辜嘅。佢個仔向展偉係一名律師，憑住自己嘅專業知識同努力，為父親上訴。經過咗漫長嘅等待同艱苦嘅努力，向華鹽上訴得直，當庭釋放。呢次經歷俾向華鹽深受打擊，亦都俾佢深刻認識到江湖嘅險惡同法律嘅威嚴。出獄之後，香港嘅社會環境發生咗巨大嘅變化。隨着香港回歸嘅臨近，政府對黑幫嘅打擊力度不斷加大，社團嘅生存空間越來越細。向華鹽深知新義安必須順應時代嘅發展潮流，進行轉型同改革。於是佢決心淡出江湖，將社團事務交俾兒子向展偉，自己就轉向合法商業同公益事業。佢積極推動新義安嘅漂白進程，鼓勵成員放棄非法活動，從事正當職業。同時，佢利用家族嘅資源同影響力，涉足珠寶、金融等行業，取得咗唔錯嘅成績。此外，佢亦都熱衷於公益事業，回歸社會。佢帶兒子返陸豐捐建學校，踐行住江湖歸隱、回報社會嘅承諾。同向華鹽唔同，向華強從小就懷取住一個演員夢。佢唔想捲入家族嘅江湖事務，一心想要喺演藝圈闖出一片屬於自己嘅天地。於是佢先後出演咗《盲女奇緣》、《重見精武門》、《交貨》等電影，開始咗自己嘅演員生涯。不過，向華強嘅演員之路冇咁順利。儘管佢有住高大帥氣嘅外表同一定嘅武術功底，但由於演技唔夠成熟，缺乏表演經驗，佢嘅作品冇引起太大嘅反響。喺演藝圈摸爬滾打咗一段時間之後，佢意識到自己喺演員呢條路上面可能好難取得大嘅成就，於是決定轉向幕後。向華強同弟弟向華勝聯合創立咗永盛電影公司，開始咗投資拍電影嘅生涯。佢哋憑住敏銳嘅市場洞察力同獨特嘅商業頭腦，邀請咗王晶等知名導演同周星馳、劉德華等一線明星加盟，拍攝咗一系列經典嘅電影作品。其中，賭神系列電影成為咗香港電影嘅經典之作。向華強喺片中飾演嘅龍五一角，面無表情但打起身嚟兇狠手辣，俾觀眾留下咗深刻嘅印象，亦都成為咗佢嘅經典代表角色。永盛電影公司憑住呢啲優秀嘅作品，迅速喺香港影壇崛起，成為咗最具影響力嘅電影公司之一。喺向華強嘅事業發展過程當中，佢個老婆陳嵐起到咗至關重要嘅作用。陳嵐原名陳明英，佢性格強勢，處事幹練，有住獨特嘅商業眼光同社交能力。向華強同陳嵐奉子成婚之後，兩人攜手並肩，共同打造咗永盛電影公司同中國星集團。陳嵐唔止喺事業上面俾向華強大力支持，喺生活上面都係佢嘅賢內助。佢善於處理家庭事務，照顧好仔女，俾向華強能夠全身心咁投入到工作當中。佢哋嘅婚姻生活幸福美滿，
成為咗娛樂圈嘅模範夫妻。向華強曾經許下照顧前妻丁佩母女一世嘅承諾，陳嵐亦都表示理解同支持，同丁佩以姐妹相襯，展現咗佢嘅寬容同大度。隨着兒子向佐嘅長大，向華強同陳嵐希望佢能夠繼承自己嘅事業，喺娛樂圈闖出一番名堂。於是佢哋不惜投入大量嘅資金同資源，力捧向佐。向佐先後出演咗多部電影，好似《封神傳奇》等，不過呢啲作品冇取得預期嘅效果，票房慘淡，口碑唔佳，甚至俾公司虧咗幾個億。面對挫折，向華強同陳嵐冇放棄，佢哋鼓勵向佐不斷學習同進步，嘗試唔同嘅領域。而家向佐揾到咗適合自己嘅賽道，佢錄製綜藝，參加演藝活動，憑住自己嘅努力同才華，贏得咗觀眾嘅喜愛同認可，亦都賺咗唔少錢。喺向華強闖入影視圈嗰陣，香港娛樂圈黑幫橫行，好多明星都受到過黑幫嘅威脅同欺負。而向華強嘅影視帝國卻無人敢擾，呢背後離不開新義安嘅隱性庇護。雖然向華強一直強調自己唔係黑社會，但唔可以否認嘅係，向華嚴領導嘅新義安喺一定程度上為佢嘅事業發展提供咗保障。喺網絡上能夠查詢到嘅兄弟倆最後一次公開同康係喺2021年向華強辦嘅家宴上，當時向華嚴帶住兒子向展偉出席咗家宴，一家人圍坐埋一齊，其樂融融。從照片中可以睇到，兄弟倆雖然年齡相差較大，但感情十分深厚。據港媒報道，向華嚴因為年事已高，已經住院1年多。喺離世前呢一周，佢嘅身體健康情況急轉直下，家屬們被告知向華嚴隨時可能會走。侄子向展鵬透露，大伯生病之前好鍾意游泳，幾乎每日都會游泳，身體一直十分硬朗。但病魔無情，最終都係奪走咗佢嘅生命。向展鵬仲回憶起自己上一次見到大伯已經係2年前嘅事，言語中滿係唔捨同悲痛。向華嚴嘅離世，俾整個向氏家族陷入咗巨大嘅悲痛之中。佢嘅仔女們更加傷心欲絕，佢哋失去咗一位慈愛嘅父親同家族嘅頂梁柱。對於大佬離世一事，向華強冇做出任何回應。唔難猜測，佢係想低調咁處理大佬嘅後事。向華嚴生前一向低調，唔中意張揚。向華強尊重大佬嘅意願，選擇以低調嘅方式送佢最後一程。向華嚴嘅離世，標誌住向氏家族一個時代嘅落幕。佢一生傳奇，從臨危受命接手新義安，到帶領社團走向輝煌，再到淡出江湖轉型發展，佢用自己嘅智慧同勇氣書寫咗一段波瀾壯闊嘅人生篇章。佢嘅精神將永遠銘刻喺向氏家族嘅歷史當中，激勵住後人不斷前行。而家向氏家族雖然經歷咗好多風雨同變遷，但依然喺香港有住一定嘅影響力。向華嚴嘅兒子們，有嘅成為咗律師，喺政商兩界活躍；有嘅從事珠寶生意，喺商業領域取得咗一定嘅成績。向華強嘅兒子向佐亦都喺娛樂圈揾到咗自己嘅位置，努力拼搏住。未來向氏家族將繼續面臨住各種挑戰同機遇。喺新嘅時代背景之下，佢哋需要不斷適應社會嘅變化，傳承家族嘅優良傳統，開拓創新，先可以喺香港嘅社會舞台上面繼續書寫屬於自己嘅傳奇。佢哋嘅故事俾我哋知道，無論身處何種環境，面對何種困難，我哋都要勇敢咁追求自己嘅夢想，堅持不懈咁努力。同時，我哋亦都要珍惜眼前人，關愛家人同朋友，過好當下嘅每一日。因為生命係短暫嘅，只有珍惜當下，先可以俾我哋嘅生命變得更加有意義。願向華嚴一路走好，佢嘅傳奇故事將永遠銘刻喺我哋心中。亦都希望向氏家族能夠喺新嘅一代領導之下，繼續發揚家族嘅優良傳統，創造更加美好嘅未來。